喂 Mary，呢期我最撐周一嶽，嗰個平機會主席啊嘛。咪呢個咯，佢為平權發聲撐到行，夠晒霸氣啊！平權係梗係好啦，但係平權未必可以解決到問題㗎喎。而家成個世界平權只係王道，點會啊？嗱，好似之前限奶令咁，佢話如果有政策唔公平就應該要檢討，但如果冇咗限奶令，咁香港嘅家長係咪要周圍撲奶粉先？咁當時嘅情況就真係幾嚴重嘅。香港嘅家長係咪都有權利喺正常嘅情況之下買到足夠嘅奶粉俾佢嘅 BB 食呢？所以要解決社會問題，其實要同時考慮好多嘢㗎。嗱，又好似前排佢就話唔排除立法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咁歧視就梗係唔啱㗎啦。同意啊。不過大量自由行旅客同埋新移民來港，市民係需要適應㗎，亦都令到部分市民有負面感受。但係周一嶽就已經話人哋咧有歧視啊，又話要立法啊，咁係化解啊定係加深社會矛盾先？立新移民歧視法會解決到問題啊，定係會令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呢？吓 Richard， 好多嘢唔係淨係平權咁簡單㗎。咁同性戀係天生嘅，就梗係要平權啦。邊個話㗎？周一嶽話，無論喺科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任何一個學者都話你聽，生出嚟係咁就係咁噶啦。整個社會嚟講呢，我哋認為呢，性傾向係一個與生俱來嘅一個自然嘅一個傾向。但事實係，現今科學都未有充分嘅證據證明同性戀係天生㗎。周一嶽係醫生嚟嘅喎，點會錯啊？嗱，美國精神病學會同埋美國心理學學會呢兩間國際性權威機構都指出，冇人能夠確定異性戀、同性戀同埋雙性戀嘅成因，科學家之間都未達成共識啦。嗱，舉個例啊，如果同性戀真係天生嘅，即係有同性戀基因，一早斷定咗一個人係咪同性戀㗎啦。咁點解有唔少科學研究報告指出，擁有相同基因嘅同卵雙胞胎得1/4嘅機會，兩個人都係同性戀嘅呢？所以同性戀基因嘅言論係唔成立噶啦，亦即係冇足夠嘅科學證據支持同性戀係天生嘅。周一嶽身為醫生兼平機會主席，點可以冇證據就當事實咁講㗎？佢知唔知要負好大社會責任㗎？唔係喎，周一嶽之前喺明報專欄聲明，暫時未有合理科學證據支持個人性傾向可以被改變，唔可以改變咪即係天生嘅咯。香港嘅市民咧明白到咧性傾向呢個問題咧係唔係話可以即係用咩方法咧係改變？即係講呢啲。嗱，著名心理學家、前美國心理學會主席 Dr. Nicholas Cummings 曾經為好多同性戀者提供治療㗎，見證過幾百名同性戀者能夠成功改變性傾向。佢仲喺2003年獲得美國心理學基金金獎啊！呢個係心理學實踐方面嘅終身成就獎。連 Dr. Cummings 都話性傾向可以改變啦。周一嶽呢位骨科醫生會唔會專業過去呢？嚇？但係平權呢下咧冇得輸喎，係普世價值。好似周一嶽咁講，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同任何性別嘅人為伴侶，呢個係基本人權，唔可能受剝削嘅喎。所以香港唔可以避免思考同性婚姻問題嘅。Richard， 而家香港有邊個有法律權力禁止自由戀愛先？講到同性婚姻，咁就請佢哋睇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喺2002年 Jocelyn vs New Zealand 呢個 case 啊，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有關婚姻權利嘅解釋。婚姻嘅權利係指一男一女嘅婚姻，並唔包括同性婚姻。如果唔承認同性婚姻，亦都冇違反呢條公約第26條平等保權，亦都冇所謂歧視嘅條文咯。不過我就同意周一嶽話，同志只能夠擁有二等公民嘅身份，又較少發言權。喺法律上，某啲權利都被剝奪咗嘅喎。二等公民會唔會太誇啊？同性戀者係咪同所有香港人一樣，享有世界人權宣言所列舉嘅基本權利，好似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投票權、接受公平審訊嘅權利先？
邊有被法律剝奪咗基本權利變為二等公民啊？而同性戀者有較少發言權啊，真係更加拗晒頭。好似黃耀明啊、何韻詩啊嗰啲出晒櫃，傳媒一致報導正面，公眾堅 like 勁讚有吉事。傳媒亦都大肆咁樣吹捧嗰啲咩同性戀運動團體組織嘅音樂會啊、遊行啊、連燒攤位啊，喂，夠晒聲勢霸氣啦！嗱，咁咪證明咗同志平權已經係大勢所趨咯，都係要處理先㗎啦。Richard 喺2013年平機會周年論壇問卷調查裏面呢，就有70%多嘅參加者反對未來3年優先處理呢個性傾向歧視，而且香港而家最嚴重嘅係年齡歧視啊，比起性傾向歧視查詢次數多出9倍啊！平機會點會唔處理最嚴重嘅年齡歧視先㗎？而周一嶽仲要經常高調支持嗰啲同性戀運動團體組織嘅音樂會啊、遊行啊、新書發布，哇！甚至啊支持嗰個咩一個有侮辱女性內容嘅性文化節添啊！平機會主席咁主動咁樣爭取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除咗已經超出咗平機會嘅法律權限，係咪表示平機會已經唔再不偏不倚，唔再係一個公平嘅平台呢？而家香港社會年齡歧視咁嚴重，亦有咁多人向平機會查詢求助，點解周一嶽唔首先去處理呢個問題，而係浪費納稅人嘅金錢去鼓吹設立一條冇立法需要嘅條例啊？仲要成日亂噏當秘笈誤導全港市民。阿周一嶽，我真係忘不了你咯。也忘不了。